早期客家先民来到美浓发展开垦，为求在此永久安居，便取名为永安街。如今正在整修的东门楼矗立在永安街底，见证200多年来的繁荣发展和永恒记忆。我们也发现美浓的客家祖堂和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别。很多朋友来到这边都会说，会问说，那上面写的是到底是太唐园还是元唐太？啊，正确的读法，第一顺位是在右边，第二顺位是在左边，中间的是第3顺位太元堂。你们知道吗？在南山是我们传统客家人的风俗，客家人的风俗，客家人的风俗。老街上的景星行是硕果仅存的蓝山店，至今已82年。虽然创办人谢景来已经在民国100年往生，但店里依然保存他用了一辈子的剪刀和工具。眼前这件蓝山一座，更是显得弥足珍贵。鞋镜这边都开5个扣子，表示五福临门或者是五子登科。伯公就是俗称的土地公，美浓人对伯公总怀抱一份特殊的情感。那我们美浓人呢，不管是求子嗣、求学业、求事业、求富贵、求平安，都会拜土地伯公。这个地方呢，也是我们客家大家聚会，或者是老阿公、老阿嬷大家聊天的一个场所。老街虽然日渐凋零，但美浓人正努力挽救重建，以当年先民开庄辟正的精神，相信会再次开创出新一代的老街风貌。上课喽！客家人嘅風俗，客家人嘅風俗，客家人嘅風俗。